学园祭篇、舞台剧、咖啡店、鬼屋，怎么还有括弧？老头子整天提这所学校，难道我还有必要读高一小朋友的书？这位同学，请问你是来参观学园祭的吗？我是你们这高一。对，我就是来参观的。请进，请进。本届的学园祭节目都非常有意思，欢迎你报考我们的初中部哦。那个人还以为我念小学呢，切！给我来6个章鱼烧。好。怎么给了我9个？咖啡店。哎，来，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快点进来，把喝的点了。我是想去隔壁班的理发店了。哎，我要去高一找我的白马王子。这是菜单，点单吧。喂，你们这家店这是什么服务态度啊？等等，卡米尔，这个菜单上的东西，价格都是真实的吗？我推荐第1页的咖啡加爆浆蛋糕套餐。这不是最贵的套餐吗？走，老弟，我们不在这家黑店消费。本店有规定，不点单的话要收进门费。啊，进门费？对，和你们要点的套餐一个价格。我们才不！甩仔，你捂着我干嘛？嘘，老姐，这个人是雷师，卡米尔的大哥，可不好惹啊。况且我们以后还得借笔记。这么说，那个面瘫矮子也不会帮我们啦？哎呀，不仅不会帮，你看到他的眼神了吗？他们是一伙儿的。咖啡加爆浆蛋糕套餐对吧？是。阿罗斯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怎么来的人都只点了这一个套餐？可能是咱们的厨艺太好了吧。这位客人，这是菜单，请问你需要什么？1杯可乐。甜品呢？就1杯可乐。1杯至尊奶盖咖啡青柠可乐吗？1杯可乐。1杯海盗团印花版烤肉味可乐吗？普通可乐，加冰。明白了。1杯加冰可乐。居然有不一样的点单了。哎呀，这算是失算了吗？卡米尔，咱们的菜单上有这种便宜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我们只卖那一个套餐。但是大哥，那个人不简单。好，有点意思。是我们学校的吗？从没见过，我回去调查一下。这不就是我要去的班吗？艾米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怎么老是碰到后面那个人啊？没办法啊，老姐，我们这个动画人太少了，能当观众的只剩我们3儿了。艾比，要进来体验惊吓屋吗？啊，抱歉，吓到你们了吗？子腾，怎么是你啊？姐，这里感觉好恐怖啊！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怕什么衰仔？有你老姐呢。这是你们的手电，是没见过的客人啊！如果能够顺利走出来，会有奖励哦。哦，什么奖励啊？是特别灵验的女巫占卜。老姐啊，
听说这里有个会骂人渣渣的鬼，这么吓人的吗？可恶，风头都被加德罗斯那个家伙抢走了，这里明明还有我这个僵尸呢。老姐，我怎么感觉后面好像有人跟着我们？别回头啊，帅仔！大胆往前走！姐，前面那个棺材，它好像打开了。不会吧！是哪里来的小虫子，这么急着送命呢？不是说那个鬼叫人渣渣吗？别说了，艾米，快跑啊！哎，人怎么跑得那么快？渣渣，还不快点跟上他们！可是这里还有个人哎。哟，你这可乐是哪来的？那个棺材是个自动贩卖机改的来着。你看他这样像是会被你吓到吗？有道理，谢谢你的提醒，加德罗斯。再见了，新来的，我去找前面那两个人了。加德罗斯，这人谁呀？烦死了！看什么看，渣渣！算了，等他从棺材里出来，再来找麻烦吧。老姐，这个僵尸是你的白马王子啊！你怎么又晕了？我还是头一回把人给吓晕了。快，我和你一起把他送去医务室吧。老姐，你要坚持住啊！这就是最后一关的奖励了吗？关卡好少。你是我们班的？你知道？真可惜，人手太少了。你要是来上课的话，就可以给你安排个角色了。不必了，我还没考虑好要不要加入这个学校。那，期待你来上课的那一天。你就是这里的女巫？这里能占卜是吗？这里可以映照出你最害怕的东西。让我见识一下。儿子，去上课吧，去打败加德罗斯。哎呀，你也该出门了，我亲爱的儿子。你知道爸爸我有多着急吗？出去看看世界，快出去啊！快出去啊！快出去啊！快出去！啊，这个学校也不过如此啊。怎么又是他？人法影分身。
要说舞台剧最受瞩目的人选，那当然是在下指路人 A 了。